多謝3位牧師今日上到嚟啦。咁咧就有3條嘅熱身問題都係2揀1嘅。咁你哋喺之前唔知答案，亦都唔知問題嘅。咁而家咧即刻答噶咯喎。第一題嗱，如果播道醫院咧院慶嘅時候咧有一個表演環節，咁就有2個項目你哋可以揀嘅。A 係唱歌 ，B 係跳舞，你哋會揀咩咧 A 啊，全部都係唱歌，點解咧？跳舞唔得啊嘛，我驚講咗之後自己要做，所以我驚跳舞趕客喎。第2條，播道醫院60週年啦，你覺得咧喺呢個時候我哋邊樣重要啲咧 ？A 係回顧 ，B 係展望。全部都答案一致喎，可唔可以解釋下咧？B 啊，個個都係 B 啊！忘記背後，努力面前啊嘛！行落去係點？我哋要更多嘅恩典同埋討論啊！咁所以我揀前瞻。我諗回顧好容易，即係你係睇翻啲文獻就睇得到嘅嚇。但係播道醫真係一個十字路口嚟嘅，所以我諗前瞻重要啲嚇。即係回顧嘅傳統，但係一定喺新時代作新事，所以前瞻係非常重要。犀利！最後一題啦，如果播道醫院咧要搞一個講座，咁咧就請你講嘅，你會講邊一個題目咧 ？A 咧就係點樣同病人傳福音 ，B 咧就係點樣同同事傳福音。我揀 B 啊！終於有唔同嘅答案啦，可唔可以解釋下咧？我覺得同事都好重要，即係我哋嗰個團隊係咪能夠擁抱住福音呢件嘅事情，就先至能夠可以實踐到。繼續咁嚟到傳開，所以我揀 B。病人係即係我哋向病人傳福音去播道醫院開始嘅時候個宗旨啊，同埋佢留喺度嘅時間比較短啲，把握呢個機會啦。我就諗緊 train the trainers，即係如果同事已經被 train，佢哋就一齊更多力量、更多人可以去傳福音，所以最終都係達成傳福音俾病人。播道醫院60週年啦，院慶，咁我哋好開心咧，今日請到播道總會3位牧者嚟同我哋有少少分享嘅，分別係郭文慈牧師啦、陳永就牧師啦，同埋陳傳華牧師嘅，多謝你哋。咁咧，我都會想問大家啲問題，不如先問就牧啊，係啦。咁啊，60年前其實基督教咧都喺香港開展咗好多服務嘅，醫療啊、教育啊，全部都有。咁嚟到今日咧，其實即係香港嘅公營醫療服務咧都已經好好啦。咁你覺得播道醫院可以繼續點樣擁抱我哋嘅使命，去透過醫療做傳福音嘅工作咧？我諗你提得好好喎，一講就係講嗰個使命啊。我哋係一個整全嘅使命觀啊，同人傳福音，去關心有需要嘅人、愛鄰舍、一啲嘅病友，甚至有需要嘅人等等。我諗呢個使命係唔會變嘅。隨住個環境，當然我哋好多嘢會去調節，但福音只有一樣，就係耶穌基督同佢嘅十字架。我諗如果我哋播道醫院係擁抱到呢個嘅使命，同埋呢個傳福音嘅熱誠咧，我覺得就算身邊嘅環境點變都好咧，我哋唔會亂啊！亦都喺嗰個嘅夾縫裏邊，我總係相信我哋可以服侍到有需要嘅人。咁呢個我諗需要我哋眾志成城，一齊喺恩典底下嚟到去繼續前行。咁下一條咧，我就想問下陳牧師嘅陳傳華牧師。咁咧就知道咧，其實即係雖然而家你係播道總會嘅主席啦，咁但係同一時間咧，你之前係亞根堂嘅創堂嘅堂主任嚟嘅。咁就知道亞根堂咧曾經都試過籌款重建啦，因為播道醫院嚟緊都可能要面臨重建嘅。咁想問下咧，其實有咩經驗可以同我哋分享？特別係經濟唔好嘅時候咧，其實點樣去籌款咧？我諗有4個英文字母啦，好簡單咁講啊。第一個係一定要 visual vision。即係異象行先啊！一定見到個異象。如果異象唔單止係建造嗰個嘅建築物，係背後嘅意義啊，帶嚟咩嘅遠景？而個遠景可以令到神國同埋社區有啲咩改變？第二個字係 I 字 imagination 我哋有着好好先賢嘅傳統，但係新嘅時代一定要有新嘅思維，並且神係做新事。imagination 同神一齊去夢想係有啲咩新嘅方法。第三個字係 B 字 beat， 神嘅節奏，神嘅節拍。每一個設計、每一個策劃、每一個細節都要攞緊上帝做嗰個時段，唔可以快過佢，唔可以慢過佢，要把握得好。咁最後咧係 E 字 expression， 點樣傳遞呢個信息俾所有持份者啊？每一個弟兄姊妹啦，教會啦，或者醫院每一個同事嚇，或者係籌款者。讓佢見到你哋見到嘅嘢嚇，咁佢哋先可以擁抱到 vibe 係神嘅氛圍嚇，係神嘅節奏，呢樣嘢咧好重要嚇。
咁啊鼓勵大家可以喺呢個方向可以諗多啲。多謝你嘅分享，我哋都希望播道醫院可以即係做到呢一個使命。最後一條咧，我都想問下阿郭文慈牧師嘅，因為我哋由7月開始咧，其實我哋就搞緊每一次嘅祈禱會，就希望為醫院重建咧去尋求神嘅心意啦。咁但喺祈禱呢件事上面咧，想問下郭牧師，點樣先可以尋求到神嘅心意咧？因為我哋都有用咗呢本書嘅，就係一切從祈禱開始啦。其實喺尋求神心意上有咩要注意嘅地方咧？好多謝你問題。我諗喺呢啲咁大嘅 project 裏邊開始咧，我就唔會期望會即係所有嘅同事、所有關心播道醫院嘅人一齊咁樣擁抱祈禱。我相信係喺實際上比較困難啲。但係我就好介意咧，嗰班領袖，即係嗰班醫院嘅董事、院長同埋主要核心嘅一啲嘅我哋嘅職員，包括院牧等等啦。佢哋係咪真係好認真去祈禱？播道醫院一個咁重大嘅一個決定裏邊咧，我想提即係3個即係方向。一個係要信心，信心可以成就大事。即係如果我哋帶嘅人都冇信心咧，我相信呢個 project 呢個咁嘅重建咧係好難真正成功嘅。但係第二點我想講係同心，呢個唔係一個人嘅事啊，係成班人嘅事。呢個同心唔單止醫院裏邊負責決策嘅人啦，亦都係成個宗派裏邊咧，希望同執委會同一班嘅喺播道醫院一路關心嘅一班嘅長輩們咧，可以一齊同心面對呢個嘅挑戰。傳遞異象喺醫院裏邊，喺宗派裏邊係非常重要一件事。第3個就係要清心。好容易呢啲事咧就成為咗我哋覺得係我哋成功嘅一個指標，或者係我哋呢個嘅事業醫院嘅一個高峰。但係永遠都唔係咁樣，永遠都唔係咁，即係永遠都係做緊上帝嘅工作。播道醫院嘅同其他醫院唔同嘅地方就係我哋係耶穌基督係我哋嘅中心，佢帶領。咁所以如果喺呢個過程裏邊，我哋真係要問，特別決策嘅要問，我係咪呢件事情係完全為咗上帝？我冇名，甚至喺我任期裏面不能夠完成，但係最後上帝好奇妙嘅用其他人去完成，我一樣嘅歡喜快樂。呢個清心咧，能夠帶領我哋行喺嘅正路當中嘅，所以信心、同心同埋清心，好想同播道醫院嘅同事分享嘅。多謝郭牧師。咁最後一題咧，就3位都想請你哋即係俾啲祝福我哋嘅，就係咧我哋播道醫院60週年院慶啦。如果送一份禮物唔使實體嘅，即係 virtual 得㗎啦，可能係一啲詩歌或者經文俾播道醫院嘅同事作為一個鼓勵啦，或者勉勵啦。咁你哋會揀啲乜嘢咧？我聽完阿郭牧師咁講咧，我就送多個心俾大家，最緊要開心，以神為樂啊！即係我哋服侍，我諗好重要嘅。頭先2位牧者都提到，我哋為咗咩而做咧？係為咗上帝嘅榮耀啊！我哋以神為榮，我哋會好多時喺心裏邊都會有咁樣嘅一個阿門。但係咪以神為樂咧？咁大個工程，咁大個使命，咁大個目標，我哋係咪能夠可以好似詩人咁，哇！一齊朝聖嘅心態，一齊咁去歌頌耶和華？我諗呢個好重要。如果唔係咧，咁大嘅工作壓力咧，我諗同事可能都會好容易做到咧筋疲力盡。所以我都希望你哋能夠可以好開心咁嚟到去完成呢一個咁樣嘅大嘅呢個咁樣嘅計劃嘅。我諗如果喺播道神學院角度嚟講，就係我哋送一個課程俾你哋啊，或者都好喎，係嘛？即係總會支持嘅，我相信咧。好，一於咁話，冇問題，冇問題。我意思即係話咧，其實無論喺聖經真理或者喺靈命嘅栽培上邊咧，播道神學院如果可以做嘅，好樂意配合，因為係成個大家庭係唔同嘅層面一齊互相配搭。如果播道神學院能夠做嘅，可以喺提供喺真理上邊或者教導上面嘅支援，甚至喺靈命上邊嘅同大家同行咁樣。多謝你先。咁我又送多個心啦，忠心啦，係嘛嚇？因為我哋做每一樣嘢，作為基督徒，我哋都要攞到彼得前書2章9節嚇。我哋係被揀選嘅族類嚇，係君尊嘅祭司聖潔嘅國度，屬神嘅子民。我哋所做嘅嘢都係要宣揚嗰個召我哋出黑暗入光明者嘅美德。所以呢樣嘢好重要嚇。無論我哋咩位置嚇，我哋都要認定嚇我哋嘅方向、異象、
使命係啲乜嘢，而使命一定要有異象帶動我哋，就唔會偏離神俾我哋嘅使命。呢個係送俾你哋彼得前書2章9節。多謝三位牧師。